各位影友，今日有好嘢益大家。呢支係 Lexio 嘅 W140RGB 補光燈，口袋燈王嚟噶，36,000隻色任嚟玩啊！原價399，依家特價199蚊。買兩支呢，仲要免費送順豐包郵到家，兩支398，仲要包郵喎，真係抵到爛啊！等我哋開個盒睇下裏邊有啲咩先啦。嗱，有一條插電線啦，冷卻轉換座一個啦，跟住說明書一本啦，仲有支補光燈一支。咁呢啲裝備呢，就已經齊晒噶啦。咁你開箱之後呢，就唔使周圍撲揾啲配件嘅。支燈呢，就來自3000毫安大電池嘅，插滿電呢，就絕對頂到2個鐘嘅。咁顯色指數呢，就大於等於95。咁高顯色自然還原皮膚啊、口紅啊呢啲顏色就揾個 Pantone 嘅色卡嘅。咁佢個尺寸呢，就115×68×16mm，咁重呢，就122克，咁你隨時放落褲袋都係冇問題嘅。支燈呢，有個 Type C 口，可以插住尿袋一路充一路用。咁正常情況下呢，就2個半鐘頭可以充滿嘅。咁除此之外呢，仲有一個冷卻口，跟住外加2個1/4嘅螺母接口。咁相機腳架、收音咪呢啲呢，你可以隨便裝。長按 M 鍵呢，就係開機，雙擊 M 鍵呢，係切換菜單，減按鍵呢，係可以調節不同亮度同色溫嘅。CCT 模式呢，就支持2500到9000K 嘅色溫，係無級調節嘅。從暖黃燭光到白光一鍵切換啊，你隨長撳就得噶啦。咁至於亮度呢，就最高400流明嘅，咁佢就係又係0到100嘅無級調節亮度，顯色指數肯定高達95噶啦，咁肯定可以完美還原各種色彩。呢就來自20種智能光效，有警車、有閃燈、脈衝，跟住煙花、燭光呢啲特效嘅。咁一鍵切換動態光影，咁短視頻氛圍就拉滿噶啦。RGB 呢就支持360度色相，外加飽和度自由調節，從粉紫到浪漫到賽博朋克風格可以隨便調節。做直播啊、影產品啊、Vlog 啊，樣樣通殺。咁你段片就即刻有晒啲荷里活 feel 噶啦。呢支燈就係你嘅美顏救急神器啊！無論你係直播間救場定外出色彩拍攝啊，W140RGB 都係你嘅完美搭檔。最重要係佢仲輕過部手機，唔袋即用，仲快過你 call 白機啊！依家得街坊獨享價199一支，買2支順豐包郵到家，手快有手慢冇，點擊下邊鏈接即刻加入我哋啦！